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挥还有胡一金老师。我们先看一个新闻，这是新浪财经报道说，4大外资投行集体唱多中国股市。首先是摩根士丹利认为，民盛中国指数成分股正迎来3年半以来首次季度业绩超预期，这一变化主要得益于企业积极的自我调整措施，如成本削减、海外扩张和增加股息回购等，以及科技和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加速。摩根士丹利分别将2025年和2026年民盛中国指数盈利增长预测上调至 7% 和 9%。该机构预测民盛中国指数有望实现民盛新兴市场指数估值的接轨，消除长期存在的折价。摩根大通认为，在亚洲市场内部，中国股市受益于政策支持、盈利增长周期和向上的合理的估值，具备相对优势，并且 DeepSeek 正被企业广泛采用以节省成本。预计2025年 DeepSeek 对企业盈利改善的影响将逐渐明晰。此外，中国房地产市场趋稳，从而改善消费信心。这个瑞银证券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孟磊发表观点，他预计由于下游板块利润率复苏以及盈利基数较低， A 股沪深300指数的每股盈利增长有望从2024年的 1% 提升至2025年的 6%。 我们认为历史估值并非估值上限，A 股市场估值在2025年有望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他表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产兴趣浓厚，在与全球投资者交流的过程中，外资投行普遍反馈资金对中国股市的兴趣明显提升。在过去的这1个月里，我们与亚洲、美国以及欧洲投资者们展开了广泛深入的交流，着重探讨了对于中国股票市场的一些看法与见解。中国市场已经重新回到了投资者关注的视野中，至少在投资者兴趣方面是这样。刘进金称，总体而言，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兴趣与参与程度达到了自2021年初以来的最高点。问题是，这些投行一致看多胡适，到底买没买？买了是港股还是咱们内地的 A 股还是其他的？是实盘做多还是模拟盘满仓？当这些海外机构一致说明、异口同声的唱多的时候，往往是咱们小散赶紧离场的时候，大型收割机来了。就这个外资投行他们唱多的理由基本都是模棱两可，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他说 DeepSeek 可以让企业增加盈利，我不知道 DeepSeek 能让哪个企业增加盈利，怎么增加盈利？六小龙我们现在自己好像都已经不再去刻意的去宣传，也就是热度都已经下去。说到这个六小龙，还说到人形机器人，这个都是春节以后这个胡适突然爆发的一个概念，火了这么长时间。像所有过去的题材一样，它就是炒作用的，它有什么实际效果吗？事后没有人会去问，因为大家心知肚明，就是忽悠这些金融消费者上当，来当山顶资本。金沙江创投的创始人叫朱啸虎，他说我们也指的是金沙江创投作为一个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的机构，他们就专门投资这些高科技企业。他说我们正批量退出人形机器人公司，什么意思这说明这些机构他都已经开始不投这些所谓的人形机器人公司了。我们看看他理由。这个投中网他采访朱啸虎，问他说，如果说当时投了语数，回头看这也是属于不符合你价值观的那种投资是吗？也就是金沙江肯定是没投语数，语数在他上春晚之前融资没人理他。你别看他现在说很多投资人把他门都踏破了，电话都打爆了，微信也加爆了，想见一面这个语数的创始人都很难。但是在这阵风起来之前，那情况是倒过来的，语数到处找投资找不到，没人投，都不看好。这个显然金沙江也没投。朱啸虎说，他说一般来说如果看不到商业化路径，共识又高度聚焦，我们一般就是在退出的时候了。他说确实我们基金就是风险投资，在过去几年投过一些早期的具身智能项目，也就是人形机器人。他说最近几个月我们都在退出这些项目。你看二级市场爆炒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时候，人家大佬趁着机会把股权都卖掉退出，谁接盘呢？他说现在
共识高度集中，是有退出机会的。那他的言下之意，单从投了之后想退出退不了，没人接盘。这一下共识度高了，大家都觉得这个方向人形机器人，所以他立马就退出。就像那很多二手房房东一样，去年想卖卖不掉，没人问，趁着国家出政策，对吧？救市政策，问的人多了，很多二手房房东降价，赶紧把房子卖掉。趁着有人问，那这个风险投资天使基金对这个人形机器人，他就这概念。他接着说，他说，但是商业化确实不清晰。他说的就是现在这些人形机器人公司商业化路径不够清晰。他说我问这几个 CEO， 也就是这些搞所谓的人形机器人的公司老板，你们商业化可能的客户在哪里？你的目标用户在哪里？你准备把这个人形机器人卖给谁？然后这个朱啸虎说我感觉他们说的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客户，谁会花10几万买一个机器人去干这些活？你看看金沙江投资的朱啸虎，那也代表了很多机构的看法。人形机器人什么高科技退潮了，有人鼓吹一把，有人趁机解套，有人成了山顶资本，明年就为这些故事买单。我也想不通，就现在谁会花10几万买一个会翻跟头的这么一个机器人？到底要干什么？你说我就买个消遣当个大玩具，没人反对你，你有钱。但是如果你买一个时候回去他就帮你干活，擦地端盘子给你洗衣服，那你这玩意他能管2年吗？你请个保姆都好。就是说这些人形机器人公司未来商业化在哪儿都不知道，但是不影响这些机构，这个什么海外知名机构还有国内的机构专家开始鼓吹这个已经是引领科技革命，甚至给上市公司都能带来利润。我不太清楚这个 DeepSeek 它能给你上市公司带来什么利润，那除非给 DeepSeek 自己带来利润，这个咱不能否认，说不定他弄得好他能赚点钱。所以说当外资投行集体唱多中国股市的时候，散户要准备提桶跑路，反应要快。我们再看胡适奇葩现象，胡适奇葩事迹，奇葩事件，没有最奇葩，只有更奇葩。今天说的是浙江的一个做医疗设备的上市公司，叫济民健康。我记得这家上市公司是不是因为有个什么存款存到哪个银行，后来这个存款不见了，好像是吧？这我也可能记差了，反正好像就济民2个字，不重要。我们讲它新的故事。话说济民健康，它是一家在 A 股上市的医疗器械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是浙江的一个家族，叫李先玉家族。这个济民健康它是成立于1996年，位于浙江黄岩高新技术开发园区，占地400亩，员工总人数2000多人。这个母公司就是李先玉1984年创立的双歌集团有限公司。那这个公司靠什么起家的？一次性注射器，也很简单，没有什么高科技，就是一次性注射器起家。后来这个李先玉家族借着这个一次性注射器，2015年登陆资本市场，叫济民健康。李先玉家族布局大健康版图，日益丰盛。如今济民健康是以医疗器械为核心，医疗健康服务和化学制药为2亿的格局，一体2亿，那还是卖这个医疗器械为主。根据济民健康自己的说法，公司已经成为在国内安全注射器细分领域龙头企业就这么一个企业，突然有一天，很多经销商纷纷找上门，要求退货。退什么货？当然是医疗器械，叫预冲式导管冲洗器。这公司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济民健康公司的销售政策是下面的经销商先款后货，你把款打过来，公司给你发这些货，然后经销商再把这些货怎么塞到医院去，那是经销商的事情。公司的销售政策里面没有退货这么一说。但是经销商也不是来无理取闹，人家手上可是拿着合同，当初签的合同写了是可以退货，不仅可以退货，还可以公司要给人家资金占用费，也就是你跟人家卖了5000万的这个叫导管冲洗器，如果我把这5000万半年以后我退给你，你不仅把5000万退给我，你还给我退利息。公司就觉得很奇怪，济民健康认为我们公司怎么会有这个政策？你这合同从哪儿来的？一看经销商拿出来一个协议，销售协议，还有一个补充协议。销售协议跟公司的政策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补充协议承诺经销商在一定期限内，于3个月、6个月没有实现产品销售，在不影响2次销售的情况下，有权退回公司。公司需给经销商所退回产品采购金额10%的资金占用补偿。
还约定了10%。那你想想，这个政策一定，那经销商肯定是勇于进货，我就把它当做理财产品。哎，只要你这东西不影响二次销售，那当然不影响二次销售了。我买回去我也不拆，我原封不动放在库房里面。如果医院要，我就送给医院，医院给我钱；如果医院不要，那我半年我退给公司。我这还能拿10%的资金占用补偿，你这不就相当于理财吗？你琢磨琢磨是不是道理？所以补充协议一签，济民健康的销售就蹭蹭的往上涨，能不涨吗？拦都拦不住。如果真有经销商跑来退货，是到了你兑现诺言的时候了，结果不认，公司说我们公司没有这政策，你怎么还有补充协议？白纸黑字大红章盖在上面，还能假得了？结果偏偏就是假的。公司说你这个销售合同公章是真的，补充协议这个公章是假的，你说是荒唐不荒唐？那这公章怎么是假的呢？原来根据这个济民健康他自己的公告，是他们的副总裁叫何清红。济民健康为了加强自己的销售力量，专门聘请了一个有国际医药销售经验的，在国际医药领域里面有个多年管理经验的何清红，聘请他为副总裁，主管销售。何清红当副总裁以后，正好赶上济民健康的这个叫导管冲洗器这个新产品上市。从那个时候开始，何清红团队就跟经销商以补充协议的形式来承诺。济民健康说是副总裁何清红私刻公章，伪造公司印章，并且济民健康于2025年3月24日向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报案。这个公安分局认为何清红等人伪造公司印章一案符合刑事立案标准，现已对该案立案侦查。这可是刑事责任，这不是开玩笑。这个济民健康这个上市公司的副总裁因伪造公司印章罪已经被公安立案侦查了，而这个副总裁何清红就利用这个补充协议，让他的销售额达到了这个上亿元。2023年到2024年，何清红团队的销售业绩破亿元，他本人也成为所有董监高中唯一薪酬破100万元的人。谁也没想到，这些成绩背后却是何清红靠私刻印章、违规签署销售协议才实现的。你看看，以金融的思路去销售产品，这个都是人才。很多生产酒的企业也这么干，让经销商进货，你进的越多越好，这样我酒企的业绩就上去了。那经销商凭什么进那么多呢？没关系，我到时候回购。现在比如100瓶100块钱一瓶的酒，你现在全部拿走，1年以后我承诺不低于110块钱一瓶回购。你看它就是个金融产品。所以济民健康伪造公章，这到底怎么回事？以我上市公司的经历来看，以我的经验，这个纯粹双方心知肚明，但是事发以后互相甩锅。为什么呢？实际上济民健康虽然是上市公司，但是它是个家族企业，管理是非常混乱的。去年8月份，上交所还对济民健康进行处罚。处罚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上市公司有独立董事。什么叫独立董事？这个独立董事就必须是上市公司或者大股东外部人，你跟这个上市公司跟这个大股东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叫独立董事。如果你在上市公司担任职务，或者你在大股东那儿担任什么职务，你是不能当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董事结果当时的济民健康的就选出了一个叫李永全的当济民健康独立董事。这个李永全2016年10月到2022年11月，也就是这6年期间，担任济民健康监事会主席。监事会主席那就是公司的职工，要不然你怎么当监事会主席？要领公司的工资的，济民健康要给他发工资。李永全，结果他这个监事会主席到任了，马上把他又选为2022年11月15号的第5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直到2024年7月23日辞任独立董事，也就是被这个上交所发现了，居然搞这么大一乌龙。最主要的是，董事会秘书居然不知道，也就是说这个家族式企业虽然是上市公司，连上市公司规则规范都不知道，你就知道这样的上市公司，它这真叫一言难尽呐。作为董秘，对这些规则应该是熟记如新，对交易所的规章制度，对证监会的规章制度，对什么上市公司管理办法，反正一共就那么几本书，还有个公司章程，那是要倒背如流，还有个上市公司什么信息披露规范，一共就那么几本书。这董秘是要考试的，董秘有资格证，你当董秘要去上交所或者深交所要培训3天，完了还要考试，拿到资格证你才能当董秘。
不知道这个济民健康的董秘的这是怎么当的。所以说上交所把董秘也给谴责了。也就是这么一个公司出现销售副总裁私刻公章，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甚至因为它是个私人公司、家族企业，甚至是某种默许，反正我要赚到钱。现在一看兜不住了，实际上就是爆雷了。下面这些经销商因为现在竞争压力非常大，冲洗式什么导管确实销量恐怕下滑，卖不动人家就要退货，如果卖得动，它就不是10%的利润，恐怕50%的利润，甚至90%的利润，那我就卖嘛。大家知道，实际上他这个副总裁他是把公司的销售政策做了一个优化，让这些经销商放心，如果你卖不掉，我会给你托底回购，你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所以说我们要看的不是说什么私刻公章，我们要看的是这些经销商为什么要退货，经销商的利润远远高于10%。那有人就说了，那我这个经销商我就疯狂的从银行贷款，一次进他20亿的导管，销售政策在这个副总裁手上，你想进20亿，人家不一定给你，他就通过这叫销售政策的完善，他来控制调控，既达到公司销售业绩稳步增长，但是又不过于冒进。今年是卖1个亿，明年卖2个亿，对吧？他就保持这么个速度增长。那明年的时候，他就给那经销商你多给一点，反正你进了之后卖不掉，你把它当理财产品，你退回来你还赚10%，怕什么呢？半年10%，那么年化不就是20%吗？所以你要从这个副总裁的角度来看，他纯粹是完善了这个销售的政策，让这些经销商心里托底。这个政策总体上对他公司没有什么损害。当然了，这个私刻公章肯定是不对。那么这里面就存在什么？存在济民健康这家上市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他对这个心知肚明，但是只要不出事，他就不加干预。你想想啊，他这个已经干了2年了，才发现。怎么可能？那这个副总裁何清红这个团队，他能一手遮天吗？这个也只能骗小孩子。你只要在上市公司干过，下面大的经销商哪个跟董事长不认识？董事长怎么可能不去拜访？董事长自己不拜访，他不会让自己的心腹去啊。那个大经销商每年是不是跟上市公司还互动，年会还要去，年底还要走访，定期还要互相拜访。或者济民健康的这些大的经销商到了浙江泰州，到了什么工业园，或者董事长都不见是吗？不去拜访一下董事长吗？难道这个副总裁这个团队能够把董事长还董事长的心腹还其他人全部跟经销商隔离吗？有这个水平吗？这个也只能骗小孩子。有的大的经销商甚至是董事长的朋友，济民健康这个家族从1985年就干这事，做医疗器械的，这些渠道他不知道吗？所以说所谓的补充协议，所谓的可以退货，恐怕都是在济民健康默许之下干的，为了业绩。现在只是出事了，甩锅，公司也不想退钱，没钱退。如果说这个公章是假的，那这些经销商你退货，你找那个何清红去，你找上市公司是找不着的，因为那公章不是上市公司的，凭啥给你退？你打官司你也打不赢啊！这就是咱们胡氏的上市公司就这么玩，就这个好多赌徒天天喊着牛市，不光上市公司这么玩，连券商也玩得很嗨。3月28号，中国证监会对五矿证券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经查发现公司存在内部制衡机制独立性不足，部分项目的质控审核人员与内核委员重合，也就是一个人身兼2个审核岗位，那自己审自己，就存在这种情况。对外报送材料流程审批管理不到位，部分项目收费不规范等问题。上述情况违反了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第26条、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类业务内控指引第5条。证监会决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管理措施，公司应引以为戒，认真查找和整改问题，建立健全、严格执行投行业务内控制度、工作流程和操作规范，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切实提升投行业务质量。公司应严格按照内部问责制度对责任人选进行内部问责，并向深圳证监局提交书面问责报告。五矿证券那妥妥的是央企，带五矿2个字，那不肯定是五矿集团下面的吗？五矿就是央企，搞有色金属的，央企都不规范，连券商都不规范。你说券商是老师吗？券商要对 IPO 企业、对上市公司进行督导，连老师都不规范，
你说教出来的学生还能规范吗？我们再看看这个胡锡进老师最近关于超人卖港口的事情，也是一波三折，树欲静而风不止。这胡锡进老师也多次进行评论。总之，胡锡进老师就是要超人，你给我顶住，为国分忧的时候到了。胡锡进今天发了个微博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周五表示，将依法对长江合济的港口交易进行审查，这是一个坚决的态度。同时，老胡个人注意到，市监局反垄断执法2司将负责这一审查。该司通常负责依法对经营者集中行为进行反垄断审查。长河向美国主导的贝莱德公司出售重要港口，无疑触及了中国的国家安全。这是胡锡进老师判断的，他认为这个涉及了中国国家安全。但是说市监局以反垄断的名义介入此事，我个人觉得这是在展示坚决态度的同时，给李嘉诚旗下的长河留了转身空间。但是我觉得胡锡进老师这么一描述之后，我总感觉好像味道变了，有那么一丢丢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既然是危害国家安全，那就是以国家安全的这个名义去查，危害国家安全，但是我以垄断名义去查你。这胡锡进老师到底是高级黑还是什么？但是胡锡进老师他就这么丝滑，他就觉得这很正常，就应该这么办。完了说这个还是法外开恩，你看给你留下了转身空间。所以说胡锡进老师这几回雕盘又越界了，轻则把牙磕掉，重则又要挨主任几大嘴巴子。这主任可没让你这么雕，你这个属于高级黑，咱们是光明磊落的，有什么查什么，你违法了就查你违法，怎么可能找个借口办他？这不就是找借口吗？所以你看看这胡锡进老师这个还是退休金发的太多，有点飘。这建议有关部门把他退休金立马调下来这个80%，或者把他后面零去掉一个。这胡锡进说，今天传出的消息是个进展，老胡作为内地媒体人，诚恳希望长河守大义，明事理，知进退，接受国家市监局指导，做正确选择，重新安排港口的出售事宜。相信这也是无数人对李嘉诚和长江合计的期待。胡锡进老师他一面说不要开枪吓鸟，这可是胡锡进老师名言呢，吓鸟论，吓的那些外资，吓的民营企业不敢投资，对吧？不敢扩大生产规模，这样又举着枪瞄准超人的眉心，这都不是吓鸟了，这直接要击毙，也就是这妥妥的这个精神分裂。你不管以什么借口，你这都是要置人于死地，随便找个借口，吓鸟论就合法化。这就是胡锡进老师这个底色。这个港口交易还是以超人他们个人公司的利益为主，当然了，不代表说不能接受审查。这么一大笔交易，有关部门进行审查也说得过去，但是不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